炎天赤日头，出门无偌久，就会曝甲大粒汗、细粒汗。尤其是骑车出门的人，上下班的时间就要穿外套、挂手笼保护家己，才袂晒着伤。不过，若骑去大路口，拄着爱冻较久的青红灯，都真侪人会骑去路边冻伫树荫下脚等红灯。不过，安尼做敢算是违规，敢会互开罚单呢？今仔日解破新闻，咱就请雅纯甲大家说分明。雅纯。是主播，即马热天有影日头真炎，天气真热，尤其是伫咧市内，真侪红灯拢得爱等百几秒，定定拢有骑奥多摆的民众会找有黄的所在咧停等红灯。毋过咱得爱注意，可能有危险也是违规的状况。亲像即款伫咧货车也是巴士边啊停红灯的，咱拢知影大车的驾驶有死角。若是无看到车边有人，就起行恐惊是会出车祸，实在是唔通秘伫咧大车边啊来咧秘日头。若搁较接看到的状况，就是即种看到红灯也未到路口的停止线，就停伫咧路边，也是雄雄着切车道咧秘伫咧树荫下骹。这款的行为，恐惊是会互后壁车辆未负大动会弄到的。依照目前咱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55条，若是违规伫咧红线、桥、圆环，也是公车停靠站这的所在临时停车，是会当罚300至600块。若讲毋是雄雄发生紧急状况，煞无对头前的车阵咧行，无解无代就停伫咧路中央，也是切换车道，致使后壁的车就要赶紧打动，造成危险的，是会当罚6000到36000。万不一害别人弄到引发车祸，搁爱判民事甲刑事的责任。也虽然目前大部分拢是劝导民众避日头，唔通去影响到交通的安全，较少真正来开罚单。不过交通部嘛有要针对着道交条例第58条来征收避日头条款。针对这款停红灯、等红灯危险的行为，要加强来处理。咱大家会当穿外套下卫士裙来防晒，嘛得爱加啉寡水来预防着霜。另外，包括台北、台中、高雄这个县市，热天嘛拢有缩短大路口的红灯时间，互大家毋免搁晒日晒甲遮尔久。咱今仔日个解破新闻就讲到这，接下来将镜头交转去互主播。